反凉，一寡人开始爱食火锅。桃园中立有这间火锅店真特别，因为头家是和讨海的准头家合作，海产拢是现捞直送，有波士顿龙虾、商业虾，也佫有帝王虾，拢是上青的。店头佫再经120盎司大碗坑的火锅肉盘，重超过3公斤外，会当讲是真澎湃，贴甲敢若山。肉质嘛特别经日本烤牛甲安吉斯牛套种的吉乌牛，配日本的龙耳岛高级乌猪肉，唔那食饱嘛就食卡。你好，欢迎上下，这是我们的120盎司永远不回头合作赛的肉哦。那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旁边是我们的极黑双酱牛，这边是我们的盘客虾纯种黑臀的部分。甲看这个有3公斤4重天霸王级的肉盘，贴甲那亲像山同款，人客一个看落去高地讲，哦，哪有这么大盘的？安尼一个甲捧上倒，佮甲所有的人拢甲声倒去。很浮夸，就是在外面不会看到这么多的肉，对，然后感觉就是再多人都吃不完。会杀出这么大盘的肉盘，原本想讲买予这个学生族通食较好的，佮食较饱的。不过连家己嘛真爱食火锅的头家赖生无，伊是挑工经这个关卡的肉品，一边是对这个日本龙耳岛来普罗级的乌猪肉。也那另外一边是这个牛排顶级的乌石板牛，刚硬一片牛肉片，落顶甲当10秒钟。那当较深色的时阵，就会当甲硬来食咯。不管是这个肉质还是部位，拢是头家安尼看看啊景的。吃起来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腻这样子。对对对，因为一般如果肉比较多的话，可能吃起来比较油腻。对啊，但是因为它可能油花没有选那么多，所以让我吃起来就是。可以吃下蛮多肉的。我们有提供鹿儿岛的 A5和牛，对，那它也是一般牛排部位，那是一般其实业界比较少有提供到这个一般A5的和牛这样子。那这个肉质讲究都爱偷砍的，连这个海鲜食材嘛是拢袂凊彩。看这个这么大圈买的这个牛羚背，也佫有波士顿龙虾，含各种进口的金仔类，拢伫个水内安尼收来收去。7年级的头家赖生无，伊特别和这个大溪渔港的渔船来合作，拢是进口这个活海鲜。那么说一些主打是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致鲜甜，它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饱满。这个现活现点的活海鲜处理好就会当随落鼎。看这个超霸王级的帝王蟹，上大只的有7-8公斤重，会使讲是蟹中之王啊！伊的肉质安尼食到 Q 骨甜，大喙甲安尼涮落，实在是足过瘾的。什么东西会比较吸引？帝王蟹啊，为什么？你看大只，冷冻的蟹可能就没有那么 Q 吧，然后这个活体比较新鲜一点。这个双蟹蟹蟹壳内底有一丝一丝真幼稚的蟹肉，也若是这个毛蟹，虽然讲体型较细只，不过伊的肉质实在是足青甜的，佮足好滋味的。这3种蟹类食起来口味无同，不过拢是坚持使用。7年级的赖生无，伊是做饮料起家。伊落几百万的业绩来做这个食的，其实伊伫个创业的过程，并不是顺风一片旁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其实在因为我们位置也不是这么多，对，可能变成是说在接客人的时候，就会变成有时候可能客人的还没吃完的时候，下一组就来啦。开店2年来，会使讲是安尼坎坎坷坷。不过赖生无，伊拢无想讲要甲放弃。即摆伊用这个大碗碗钱、世界澎湃的火锅。已经来拼出名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